即马伫台北市的国父纪念馆有一场展览，这是新兴障碍者的艺术创作。这场展览伫昨昏开幕，希望要让大家看到新兴障碍者多元的表现。深色的灰盒仔表面有幼露的花纸，这是当时前囡仔开半年的时间完成的作品，而且参加比赛得奖。即马甲侪身心障碍者的作品做伙展出，一个一个的做，参加比赛，拿到这个成果。啊，参加这次成果，我也很开心。顶礼拜有知影讲要来参加这个活动，所以因已经很兴奋了大概1个礼拜，足多迄个发展拢比人较慢。不过伊透过足多训练，现机会，现的迄个创作，会跟大家展览。我感觉这对因来讲是足大的鼓励。表顶展出侪暗光胶的创作，这嘛拢是身心障碍者的得奖作品。民间团体办理展览，第2日开幕，侪得奖者欢喜来到现场参与，甚至有囡仔为高雄上北。主办单位表示，望透过这项展览，大家会使发现身心障碍者的故事。身心障碍者除了艺术治疗自己，也可以去感动别人。那我们的展览就是一个平台，我们不是要说他们的画工要比谁厉害，要比谁还好，而在每一个画作都是他们背后辛苦的故事。身心障碍者艺术展览伫台北国父纪念馆展出到11月初9，这摆已经是第19届。主办单位希望让大家看到身心障碍者的多元表现。记者郭文良随道报道。